2026嘅呢個粵港澳大灣區車展咧，今日開幕啦嚇。咁呢次車展咧，其實規模係唔細嘅。主題方面咧就係叫做面向科技、面向未來、面向市場。規模咧有100幾個品牌，兼且有1300幾台車過咗嚟參展。OK， 通哥帶你睇睇究竟有啲咩特色。自主品牌呢次咧就強勢領跑嘅，比亞迪全系上場，攞咗呢個閃中啊、車規芯片等等最新嘅技術出嚟。小米汽車咧亦都係首次嚟到粵港澳車展。另外，鴻蒙智行帶嚟咗華為最新嘅科技集中亮相。最吸引眼球咧就係今年頭一次搞咗4個主題館，9號館咧叫做傳奇神車館，可以睇到科尼塞克啊、布加迪等等嘅超跑；而10號館咧就係老爺車館，裏邊有奔馳1號嚇，仲有呢個坐老爺車進入。另外仲有單獨嘅鴻蒙智行館啊、比亞迪專館同埋華為嘅乾坤館，自駕嘅成果啦，冚唪唥擺晒出嚟嘅。總嘅嚟講，呢屆車展咧，啱好卡喺呢個電動化、智能化嘅中長節點。咁唔單止喺度 show 緊技術，更加多咧就係為汽車行業指明咗下半場嘅方向。